下留情，我發誓，我馬上找到你親弟下落。上次，你也是這麼說。蘇總。喂，知道了。蘇總，您亲弟弟找到了，就在华国新城。您看，他跟您长得一模一樣。好，我要親自回國接他。小江，20多年了，我終於找到你了。称道未可，做个饭弄那么多血，你想害死我吗？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小心切到手指的，我不是故意弄脏饭菜。要早知道沈凌渊是沈家的少爷，我会嫁给你这么一个冒牌货。冒牌货就是冒牌货，答应让你入赘我们家也就算了，居然连个菜你都做不好。我们李家真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怎么把你给招进来了啊？我打死你这个冒牌貨！冒牌貨！我打死你！冒牌貨！给我打！打！别打！别打了！别打了！别打！我們離婚，但我要小孩的撫養權。離婚？你想的倒還挺美。老娘當初為了嫁給你，可是虧了不少錢。我會打工賺錢還你。打什麼工啊？看在我們夫妻一場的份上，我給你指條明路吧。新城3大家族，趙千金、孫千金、王千金，你應該都認識吧？要不今晚你陪他們去喝點？我不要，我不要，不要！我讓你不要！你不去的話，那我讓小漢去。哼！小漢可是你的孩子，你怎麼可以這樣？你一個小雜種而已。要是能用它換來3大家族的注資，孩子，老娘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爸媽不會放過你的。爸媽？你說的該不會是沈總、沈夫人吧？他們正忙着補償自己的親生兒子沈凌淵，誰有空管你這個冒牌貨？怪不得這麼久都不來看我一下。小漢，小漢，我求求你，放過小漢！我求求你，放過小漢。那今晚就看你的表現了，我的好老公。小江現在過得怎麼樣？蘇總，小江少爺當年被拐賣的時候，不小心撞了頭失了憶，被同樣丟了孩子的沈家父母收養。直到6年前，沈家真正的少爺沈凌淵被找回。怎麼，沈家對他不好？沈家對他應該還可以，只不過6年前，沈家讓他娶了小暴發戶李曼慈，他就沒怎麼露過面了。沈家對他還不錯就行。沒想到他都已經成家了，現在去李家，我要立刻見他。李家傭人說，今晚他要跟李曼慈去野玫瑰會所，和新城3大家族商談合作。好，就去野玫瑰會所。是。過來，小江，來，見過3位千金啊。老實點，別忘了，小漢還在家等。哎呀，王千金，來，趙千金、孫千金，你們看還滿意嗎？不愧是當年新城的第一少爺呀，這成了人夫，怎麼反而還更有味兒了呢？真是，李曼慈，
你真舍得把你老公送给我们玩？哎呀，瞧您这话说的，等3位千金在我公司注了资，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我老公就是大家的老公。哎呀，好好好啊，曼慈呀曼慈，我可真没看錯你。哎呀，王千金，多謝誇獎，多謝誇獎。今天呢，還給3位千金準備了點小禮物。哎呀，好東西啊，懂我呀！救命！救命！別跑啊！是往哪兒跑呀，弟弟？快來玩呀！來呀，別害怕呀，弟弟，來陪陪姐姐吧。來，小江，放開我！弟弟看這兒，來看鏡頭。开快点！我突然心有點慌，怕是小江要出什麼事。快，我要立刻見到他。到底要幹什麼？你說要幹什麼？天哪，好高呀！有人站在那裡。他不會要跳樓吧？不要想不開啊，小伙子！你這麼年輕，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要這麼對我？我的親人，你們到底在哪兒？為什麼不來找我？那是小江。也許死了我就解脫了。哇！真的跳了！快打120！小江，我的小江，我是你哥哥呀！哥哥，我是哥哥，怎麼會這樣？我有哥哥了。我是哥哥，怎麼會這樣？我找你找了20多年，你為什麼不等我一下？到底是誰害了你？我好恨啊！小江，小江，小江！救護車，救護車！小江，小江！苏总，您弟弟浑身粉碎性骨折，頭部遭到了嚴重的撞擊，能活下來已經很幸運了。要想醒過來，恐怕……醫生，難道就沒有什麼別的辦法了嗎？對不起，我無能為力。醫生，旭子，給我聯繫崔神醫，一定要想辦法把他請過來。是。都怪我，要是我能早點找到你，你也不用吃這麼多苦。走！哭什麼哭呀？老子不賣了你，哪有毒門啊？個小賤種！媽媽，哥哥快來救我！媽媽，哥哥！你個殺千刀的，你到底把兒子賣給誰了？臭婆娘，黑眼眼了是不是？我兒子我想賣就賣。這起碼能值10萬塊錢！你放開我兒子！
你摔的，不關我的事啊！江魔，江魔，你要把弟弟找回来。妈妈，你醒醒，妈妈！苏总，这是现场找到小江少爷的手机。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人，可以把他交给我的亲人。对不起，我真的撑不下去了。自从我入赘到李家之后，我每天就在被不停的羞辱。老子打死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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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别打了！你个废物，成天在我们李家白吃白喝的啊，啥也干不成的废物，你还敢求饶你？老子打死你！打死你！别打了，别打了！被虐待。废物！看到你这张死人脸我就没兴致，你除了会扫我的兴致还会干什么啊？我真的撑不下去了，也许死了就解脱了。给我去查，给我查清楚到底是誰害了他。是。成了，李渊，我成了！这次能和三大家族合作成功，多亏了你的引荐，这下我终于有机会能加入沈家了。没想到沈寒江这个小白脸还挺会勾人的，居然睡了一觉就成功了。哎，你真的愿意跟他离婚，做我的老婆吗？当然，我不仅要跟他離婚，我還要將他趕出新城，這樣再也沒有人能挨着我們的眼了。這還差不多。喂，曼慈姐，那个小白脸不見了。什麼？好，我知道了。他被我軟禁了6年，怎麼突然不見了？難道他想不開了？想不開了又能怎麼樣？反正沒有人知道我們的關係。再說了，失蹤了豈不是更好？到時候我就能正大光明的娶你了。對對對。但是你爸媽那邊，我怎麼交代啊？我爸媽他們最要面子了，到時候我們就一口咬定他跟個富婆跑了，不就行了嗎？還是你最聰明。跪下！蘇總，這是李家老僕，他一定知道小江少爺的事情。說。我其實不太清楚，只是知道這些年李曼子對先生很不好，尤其知道先生不是沈家真少爺之後，經常對他拳打腳踢。先生出事的前一晚，李曼子還打了他一頓。當時我正在廚房忙活，隱約聽見他說要將先生送給三大家族的千金們玩樂。沈家人呢？他們死絕了！蘇總，自從沈家夫婦找回沈凌淵之後，就再也沒有見過先生。好歹是養了20多年的兒子，他們竟然如此狠心。據屬下調查，這一切都是沈家真少爺沈凌淵從中作梗，而且什麼？說。而且李曼子和小江少爺結婚之前，他就已經和沈凌淵搞在一起。他們現在到處散播小江少爺和富婆私奔的消息。更可惡的是，沈家明天還給這對狗男女舉辦訂婚宴。一幫畜生，我一個都不會放過。我馬上派人去沈家和李家。不，我要親自去。小江的仇，自然要小江去報。您的意思是？集團的事情交給你全權負責，我要用小江的身份進入李家，把小江受到過的傷害一筆一筆全
全部讨回来。真般配啊！好般配啊！太好看了，这是般配啊！恭喜啊！郎才女貌。公公婆婆，感謝你们对我的认可。以后啊，我们两个一定会好好孝敬你们的。好，好，好。林渊，这是沈氏10%的股份，我和你爸都商量好了，等你们结婚后啊，把集团的其他股份都转给你。谢谢妈，谢谢爸，谢谢妈，谢谢爸。先別着急叫爸，李家区區一個暴發戶，就算得到了3大家族的注資，也剛剛夠到我沈家的腳底。要不是林淵非要堅持，我絕不可能同意他娶前嫂子。哎呀，你就少說2句啊！爸，明明是我哥先背叛曼慈的，這我才鼓起勇氣和曼慈走到了一起。現在你這麼羞辱我，羞辱他，你是想逼死我嗎？林淵，爸，我和林淵是真心相愛的。沈寒江這些年騎在我和我媽頭上作威作福的，這些我都忍了。可是沒想到他居然背着我偷人。多虧了林淵的鼓勵和堅持，我才狠下決心和他離婚的。爸，我希望你能成全我們。那畢竟不是親生的，怎麼都養不熟。我們沈家的兒子絕不能做出為了一個婊子拋妻棄子的事兒。曼慈、林淵，你們都是好孩子，媽支持你們。記住你今天所說的每一句話，等我把小江抓回來，到時候讓我知道你今天所說的話有半句是假的。哼，我能夠捧你到新城的上流圈，同樣也能讓你在新城毫無立足之地。爸，教訓的是，教訓的是。哎呀，爸好啦，趕緊宣布好消息吧。少爺，一切準備就緒。李曼慈，好戲開始了。行個方便，謝謝。這位先生，你拿我的東西去砸場子，怕是不太合適吧？你怎麼知道我去砸？少管閒事。他是誰？他是沈家養子沈寒江，婚前在新城也是人人稱讚的紳士公子，婚後卻極少露面。不過，聽說他最近跟富婆私奔了，怎麼會在這裡出現？我覺得他不是你說的那種人。啊？信不信由你，正好借這次機會看清楚沈家到底值不值得我們合作。各位來賓，非常感謝大家在百忙當中能夠抽出寶貴的時間前來參加我兒子沈林淵和曼慈的訂婚宴。恭喜！很榮幸在這裡。沈家宴會這麼熱鬧，怎麼沒人請我呀？李曼慈，好歹我們結婚6年，怎麼和我弟弟結婚也不通知我一聲啊？李曼慈，我們好歹結婚6年，怎麼和我弟弟結婚也不通知我一聲？這誰的情況啊？不是說沈寒江跟富婆私奔了嗎？怎麼又回來了？這你還不懂？沈林淵才是沈家的真少爺，他要娶李曼慈啊，那賈少爺自然得讓位了。跟富婆私奔什麼的，八成是沈家故意捏造的。小叔子勾搭嫂子，沈家這次怕是丟人丟到家了吧？李曼慈，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爸，這事我來處理。這個賤人怎麼來了？難道想壞我的好事？你來這裡幹什麼？當然是來參加我老婆和我弟弟的訂婚宴。怎麼，不歡迎嗎？寒江，你胡說八道什麼呢？我們不是早就離婚了嗎？廢物，你要是敢壞我的好事，我一定讓你身敗名裂。我手上有他被3大千金玩爛的視頻，我怕誰？你在狗叫什麼？惡不惡心？口水都噴我衣服上了。哎呀，離婚？我怎麼不知道？你們有人知道我離婚了嗎？他沒離婚，沒聽過。這李曼慈沒離婚就再婚，豈不是犯了重婚罪？就是啊。
是啊。好啊，我本来想给你留点体面，既然如此，那你就別怪我。大家看一看，这是沈寒江亲笔簽的離婚协議。他为了和那個富婆私奔，自願淨身出戶。我勸你乖乖按手印，然後老老實實的淨身出戶，不然我會把小漢也送給這3位千金。李曼慈，你會遭報應的。沈寒江，你為了和富婆私奔，用兒子的命逼我，這麼快就忘了？哥，這麼多年了，你在外面偷人，曼慈為了我們沈家的面子都忍了。你追求自己的幸福，逼着曼慈離婚，他也同意了，你還要他做什麼？這麼勁爆嗎？原來沈大少婚後一直不露面，是忙着偷人呢。沈大少爺這麼踐踏一個男人的尊嚴，簡直太過分了。喲，你們說我偷人，我就偷人，那我還說你們這對在我婚前就搞到一塊了呢。只不過我的好養父瞧不上你這個小暴發戶，只能用我這個棄子打發你了。孽子，你胡說什麼？這就忍不住了。李家、沈家，你們加諸在小江身上的痛苦，我會慢慢討回來。哎呦，我的好爸爸，我當然是跟你開玩笑，我肯定知道你最愛我這個養子了，對不對？你看呀，你今天兒子受委屈，你可要為我做主啊。李曼慈，你敢保證你今天說的都是真的嗎？我李曼慈身正不怕影子斜，有什麼不敢的？我發誓，我說的話都是真的，如果有半句假話，我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再給我磕3個響頭。你沈寒江，差不多得了，你跟曼慈已經離婚了，今天又來我們訂婚宴弄這麼一出，你是不是被富婆給踹了？想讓曼慈當接盤俠？沈寒江，你別做夢了，我的心裡啊只有林淵。這戲可真多。李曼慈，你口口聲聲說我逼你離婚，可是這離婚協議上為什麼只有一個人的名字？難道這也是我逼你的？賤人，原本還想留着視頻以後用的，既然如此，那就別怪我不客氣。沈寒江，本來我看在夫妻一場的份上，我不想鬧得這麼難看。既然如此，那我就讓大家看一看你是如何在外面偷人的。孽子，你在這胡鬧什麼啊？快跪下給曼慈道歉認錯！難道是沈大少爺偷人的視頻？這李曼慈連視頻都有，卻沒有說過沈大少爺半句，真是個好女人。可惜遇到這麼一個不是人的東西，像這種男人就應該身敗名裂。好，我倒要看看是誰身敗名裂。哼，廢物，這可是你自己的選擇，別後悔啊！不對，他怎麼一點都不害怕？難道？不要！曼慈，我們不要再偷偷摸摸的了，趕緊把沈寒江那個廢物給甩了吧。林淵，你放心，等我利用完他的最後一點價值，我立刻把他甩了，然後跟你結婚。不過沈林淵，你可一定要好好跟爸媽做工作，我害怕他們不認可我這個兒媳。你放心吧，他們兩個最愛我，到時候我們就一口咬定是沈寒江那個冒牌貨先出的軌。老公，還是你最聰明呢。哎呀，惱羞成怒了，快關了！這他媽怎麼關不掉啊？哎呀，這怎麼回事？保安，趕緊把電源關了！媽，哎呀，沒事的，沒事的，現在關了。保安，關了！哦，原來是小叔子跟姐姐早就勾搭在一起了，真不要臉！
自己婚內出軌，還冤枉沈大少爺被包養和富婆私奔，這個李曼慈和沈林淵簡直太不是人了。不，這不是真的，爸，這不是真的。夠了，還嫌不夠丟人的嗎？啊！是你偷換了我的視頻，你設計我！現在才反應過來嗎？晚了。老婆，你在說什麼？我怎麼可能偷換你視頻呢？爸，你看，你忍心看你兒子被這麼多人欺負嗎？小江放心，爸爸不会看着別人欺負你的。李曼慈，你能有今天，全靠我沈家。我能讓你上去，也能讓你下。今天這件事，你最好給我一個滿意的交代。爸，這一巴掌为小江学人不输。你个狗男人，你居然打我！你个狗男人，你居然打我！今天是撞了邪不成，力气怎麼突然變得這麼大？老婆，我打這一巴掌就是為了給咱爸一個交代。你不是說了嗎？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你忘了？爸，你看這個交代行嗎？沈志遠向來看不起李曼慈，更注重沈家的臉面。今日當着這麼多人面丟了這麼大人，怎麼可能就這麼算了呢？哼，看來爸覺得這些交代還不夠。老婆，你可說過，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你要幹什麼？你別過來！你別過來！只有他小江這些年在李家所受的欺辱。小江，小江，別鬧出人命！老婆，我只是想拉你一下，你怕什麼？你難道忘了嗎？你還欠我3個小頭呢！沈寒江，你別欺人太甚！爸，這個女人和我弟弟搞在一起，是不是應該磕3個響頭，給我跪下道歉？當然應該啊！像這種一心只想靠着男人往上爬的渣女，打死都是應該的。磕頭算輕的了吧？不能就讓渣女一個人磕頭。我看她沈凌淵也不無辜啊，偷哥哥的女人，心眼都快到家了，就應該讓他們2個人一起給沈家大少爺磕頭道歉。對，一起磕頭，磕頭，磕頭，磕頭。你們說的有道理。李曼慈、沈林淵，你們還愣着幹什麼？快跪下給小江磕頭認錯！好，我磕。哥，對不起。李曼慈、沈凌淵，你們以為這就完了嗎？行吧，既然他們今天已經知道錯了，今天就這樣吧。爸，快帶弟弟回家吧，今天他丟的人已經夠多了。回家！我警告你，以後離沈凌淵遠點。你聽我解釋，是沈寒江他找人合成的這個視頻，我和凌淵清清白白，您一定要相信我們呀！爸，是李曼慈把你當傻子吧？剛才認錯了，一會兒又說視頻是合成的，你當我爸傻呀？你給我閉嘴！我明明就是被你帶跑偏了，記住，以後別再讓我看到你。回家。爸，凌淵，廢物！你別忘了，小漢還在家。你今天攪黃我的訂婚宴，我一定讓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喂，小汉在家吗？小汉，徐灿，立刻给我去查，小江在李家是不是还有什么重要的人？好的，苏总，我马上去查。不过，苏总，刚才替换掉李曼慈的那个视频已经发到您手机上了，您最好还是看看。李曼慈这个废物，竟敢用小江换合作！薛灿，给我好好教训那3个畜生，用李曼慈的明细被打死，我要亲手废了他！这个沈寒江身手了得，气场强大，给我查一查他。好的，金总。君总，您向来不爱过问闲事的，看来您对这个沈先生还是蛮感兴趣的。哎，可惜人家英年早婚了。你今天话有点多。君总，沈少爷不见了。沈少爷好身手啊！这位女士，刚才借了你东西，所以这次就算了。下次你要是再敢随便跟踪别人，我可不敢保证你会出什么问题。沈少爷，我们只是碰巧在这儿，不是。沈少爷，你说的对，今天是我唐突了。沈李两家庙小妖风大，今天你可是免费请我们看了一出好戏。作为感謝，若是以后需要帮忙的话，可以联系我。多謝，不過我還是喜歡自己的事情自己動手。走了。君總，沈少爺，我們還查嗎？查，不僅要查，還要仔細的查。另外，許諾沈少爺幫忙的事情，依舊作數。通知下去，君家和沈家的合作到此為止。連榆木和珍珠都分不清的人，怎麼可能管理得好企業？好，知道了，沈總。被人拒絕了還這麼傷感，看來君總對這個沈先生很不一般呢。喂，蘇總，我們查到李曼慈和小江少爺有一個5歲的兒子，叫沈淑漢。小江少爺這次去玫瑰會所，就是李曼慈拿他們的兒子做威脅。知道了。小江，你放心，你拿命保護的人，我不會讓他受一點傷害。你曾經在李家受過的傷害，我會10倍、100倍奉還。小漢，小漢，快起來！先生，老夫人叫你過來。蘇先生，上面第3棟就是李家。知道了。剛才交代的事都清楚了。記住了，蘇先生，您幫我兒子找了那麼好的工作，又幫我老伴兒找了最好的醫院和醫生，以後啊，您的事就是我的事。記住，以後我就是沈寒江。回去吧。什麼先生啊？他也配？廢物，還不快給我跪下！長媽，拿家法來。長媽，拿家法來。
這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是。哼！是。奶奶，求求你了，別打爸爸！小涵，你別怕，以後沒人可以欺負爸爸的。廢物啊！現在知道怕了，告訴你，晚了。你平時就是用這個打他的，對吧？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你這個廢物啊！讓你洗個水果，你還磨磨蹭蹭的你啊！讓我和曼慈等那麼長時間，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別打了！打死你！打死你！會叫什麼？打死你！媽打你就受着，長輩教訓你是天經地義，要怪就怪你自己不争氣。越想越来气，越想越来气！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你！打死他了！我打死他了！谁来救救我？哼，廢物！你個沒用的狗東西！看來啊，原來我還是打你打得太輕了，竟然敢跑到我女兒的訂婚宴上去鬧！哼，今天我不打死你我！所以他身上那些傷口都是你弄的，對嗎？放手你！小涵，去一旁躲一下，記得把眼睛捂上。好，小涵聽爸爸的話。你想幹什麼？我告訴你，你要是敢動我，曼慈回來是不會放過你的。好啊，我倒要看看他怎麼不放過我。你平時就是用這隻手打他的，對吧？既然你如此狠毒，那我今天就替你好好教訓一下他。让你毫无人性的虐待女婿，让你猪狗不如虐待孫子，別打我！讓你助紂為虐，好惡心！狗東西！我要給曼慈打電話，讓他回來，好好的收拾你。好啊，我求之不得。小涵，我們走。林月，我給你帶了便當。你來找我幹什麼呀？一點小事都辦不好，現在整個新城的人都罵我是勾引嫂子的渣男。林月，你聽我解釋，我也不知道沈寒江那個廢物他發什麼瘋，我一時腦子沒轉過來，就被他牽着鼻子走了。不過你放心，我已經拿小漢當做籌碼，不怕那個廢物他不聽話。你現在說這些有什麼用啊？訂婚宴已經被攪黃了。我爸因為這件事情還丟了跟君家的合作，我們沈家出現了重大資金缺口，整個新城的人都等着看我們沈家笑話呢。哎呀，你先別急嘛，你聽我說，等我把沈寒江那個廢物送到萬盛集團的張夫人和富安集團的馬夫人的床上，我就能獲得一大筆投資，到時候我帶人當場戳破他的醜態，那這樣咱們不就是清白的了嗎？我再拿這筆錢當做彩禮，這樣咱把資金上的缺口不就補上了嗎？那咱們倆的事不就是水到渠成了嗎？寶貝，還是你給臉子多啊。哎呀，不生氣了啊。不生氣了。喂，媽，怎麼了？閨女，我被沈寒江給打了。什麼？這個賤人！我馬上回去。爸爸，你看我畫的畫。沈寒江，你找死啊！居然敢對我媽動手！趙媽，把小涵帶到2樓。
是。好你个废物，几天没教训你，你还翻了天了！李曼慈，赵千金、孙千金、王千金，你们怎么来了？李曼慈，赵千金、孙千金、王千金，你们怎么来了？还给我装是吧？给我上！打得好！三位千金，你们打人总是要有理由的吧？停，李曼慈，我问你啊，我们仨正唱 K 呢，一伙人冲进来，对着我们就是打。那伙人说是你指使的。你们干嘛的？知道我们是谁吗？鼎鼎大名的孙家千金孙媛媛，赵家千金趙琳娜，王家千金王丽，想不知道都难。知道我们是谁，还敢来坏姐姐我的好事是吧？打的就是你，敢动我姐的男人就是这个下场。记住了，我姐姓李，以后见到都给我客气点。姓李？你们老板李曼慈？正是，给我上！我们不熟，我真的没有。哎呦，三位千金，三位千金啊！我这闺女巴结你们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让人打你们呢？这其中啊，肯定是有误会，有误会啊！误会？有证据吗？没有证据的，我全算在他头上！啊，别！孙姐姐，孙姐姐，你想一下，谁打人会自报家门的呀？哎，对呀，这其中啊，肯定是有人在栽赃陷害啊！一定是这个废物，是他雇的人，这里面只有他跟咱们有仇啊！沈寒江，你胆子挺大嘛？那天我们是没跟你玩爽是吗？没把你们三个玩死，你们就对我感恩戴德吧。狗东西，找死是吧？对付这样的贱主，不得来点花样吗？对，冤有头债有主，三位千金，你们好好玩啊！滚啊！我们滚！小白脸儿，那天呢是姐姐我好心放过你，今天我要让你跪下来求我。是吗？那我要看看，今天到底是谁跪谁！还愣着干什么？给我上！全都给我上！抓住他的人，奖励10万！什么时候变这么厉害了？有钱就能为所欲为？王八蛋！我杀了你！疯了！这小子疯了！他是个疯子！你不是喜欢凌虐男人吗？我错了，我们错了！我给你钱，我有钱，我给你钱，全给你，这些够不够？杀人者就要做好偿命的觉悟。钱算什麼東西？我要的是讓傷害過我弟弟的人血債血償。東西，敢這麼對我們，三大家族是不會放過你的。到現在還沒搞清楚形勢嗎？區三大家族，我根本就不放在眼裡。雪粲，我要讓三大家族在新城徹底破產。沈寒江，少演戲！我們三大家族可是新城。趙總、王總、孫總，不好了，趙家破產了！什麼？哎呀媽！要不就算了吧，等會再打擾了三位千金的興致，那咱們不是……不行！哼，這個冒牌貨居然敢打老娘！老娘今天必須親眼看看他被玩得有多慘，我才能解氣。你不是沈寒江，你到底是誰？沒錯，我就是沈寒江的親哥哥。
蘇清墨。苏清墨，那个叱咤欧洲的金融帝王苏清墨。妈，我怎么听到里面说什么苏清墨呀？还离得太远，我没听清啊。哎呀媽，要不我們先回去吧，打擾了三位千金的興致。等我們明天再來看，想必那沈寒江就已經……走。蘇總，我們不是有意冒犯弟弟的，求你放過我們。蘇總，饒了我們吧，蘇總，放過我們吧。蘇總，我們知道錯了，求求你饒了我們吧，饒了我們吧。現在知道晚了，當初我弟弟求你們的時候，你們怎麼不放過他？我們。蘇總，把他們拖下去。活埋。是。蘇總，蘇總，蘇總，饒了我們吧，蘇總。小江，我終於給你報仇了。但是，你什麼時候才能醒過來？哦，閨女，那個廢物肯定被玩死了。哎呀，寶貝閨女，還是你的方法好，替媽呀狠狠地出了口惡氣。哎呀媽，還疼呢。哦，疼啊！走。哎呀，可得好好補補，你給我買好吃的。哎，沒事嘛。哎，沈寒江，沈寒江，你怎麼還活着？那三位千金呢？小姐，你還不知道吧？三大家族已經破產了，三位千金呢，已經攜款私逃了。你說什麼？怎麼會這樣？難道是沈寒江這個廢物做的？不可能，我都沒有這個本事，他怎麼可能有？不過是巧合罷了。那這次還真是便宜他，居然躲過一劫。既然你已經回來了，那昨天晚上的賬是不是該好好算一算？你還有臉找我算賬？我媽的賬還沒……那是因為她活該。哎，曼慈，你看到了吧？你不在，他就是這麼欺負我的。沈寒江，我看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膽，存心找死是吧？怎麼還想替你媽出氣？你就不怕你這虐待丈夫兒子，勾引你哥哥的名聲傳出去？不行，沈家對我的印象已經很差了，要是再被他們知道我虐待沈寒江，況且我還需要他替我拉頭子，算了，今天就先放他一馬。你這個廢物！媽，小江啊，你看我們都結婚這麼多年了，就算沒有愛情也有親情，是不是？就不要再計較了。曼慈，小江啊，以前都是我的錯，你該出的氣也都出了，我們兩個不計前嫌，以後好好過日子，好不好？婊子怎麼可能好好過日子？我看是又想算計我了。哎呀，你能這麼想，那真是太好了。其實昨天在宴會上，我也想讓你回心轉意。現在既然你願意回來，那真是太好了。你真的是這麼想的，小江？小江，我向你保證，我以後呢，一定做個好妻子、好媽媽。媽，你以後少責怪小江，多學着對人家好點。小江，明天萬盛集團的張夫人和富安集團的馬夫人在萬香樓舉辦酒會，到時候你陪我一起去，也剛好平息一下這段時間的流言。好呀。就知道這個蠢貨還是一如既往的好評。你明天呢，就好好收拾一下，等我下班以後回來接你，我們一起去。時間不早了，快回去休息吧，老公。好。曼慈，你真的打算放過那個廢物啊？媽，他現在對我還有點利用價值，你就放心吧。你今天受的屈辱，我一定會一一幫你討回來。哼，那就好，絕對不能放過這個廢物。喂，雪燦，幫我去查一下萬盛集團張夫人和富安集團的馬夫人
還有李曼慈，又在和他們做什麼勾當？蘇總，李曼慈和萬盛集团張秀平、富安集团的馬華果然有勾結。他們表面上是體面的成功人士，實際上沆瀣一氣，背地裡做了不少違法的勾當。據傳，他們私底下還喜歡玩同一個男人。比起孫千金那3人，手段甚至更多、更狠。他竟然還敢故技重施，真是不怕死。那蘇總，您還要去嗎？去，當然要去。他給我準備這麼大的回禮，我要是不去，豈不是太不識趣了嗎？膽小懦弱，逆來順受，這可不像他。你確定沒有調查錯人？確定沒錯。據李曼慈的朋友說，他曾在李家看見李曼慈母子對沈寒江吆來喝去的，和昨天在訂婚宴上完全不是一個人。我覺得有沒有可能是發生了什麼事情，突然性情大變？性情大變？性情大变會變得這麼條理清晰、從容不迫？那這個沈寒江還挺有意思的。君總，收到最新消息，李曼慈準備帶着沈寒江去參加張秀平和馬華的酒宴。張秀平是剛才這個送請帖過來的人嗎？對，我正打算替您回絕掉。不必了，你告訴他，我會親自去。君總不是向來不屑參加這種沒有意義的酒宴嗎？這已經是第2次破例了。好的。站住！曼慈还沒回來，你幹什麼去啊？我為什麼非要等他？哼，她是你老婆，你當然應該等她。你在我們李家吃她的用她的，就應該夾起尾巴做人，事事以她為主，你懂嗎你？李曼慈算什麼東西？我為什麼非要等她？你又算什麼東西？憑什麼對我指手畫腳？你，算了，我不和你吵，你趕緊給我滾！哼，廢物，等你走了，看我不好好折騰折腾這個小賠錢貨！想動小漢，真當我和你一樣蠢。小漢，這個手錶爸爸送給你，要是這個老太婆敢打你、罵你、使喚你的話，你就摁下這個按鈕，爸爸就會收到消息過來保護你。沈寒江，你什麼意思你？我勸你不要太過分。你女兒和沈凌渊出軌的消息還在我手機裡，你要是敢背着我對小漢做什麼的話，我就馬上把視頻發出來，讓你們李家身敗名裂。你，小漢，在家乖乖等爸爸回來。那爸爸要早點回來。沈寒江人呢？我不是让他在家等我嗎？人家等不及，早自己走了。人家還說呢，他李曼慈還值得我等吗？啊！哎呀，閨女啊，這個廢物啊，我看他就是個養不出的白眼狼啊！你趕緊找個方法把他給弄走吧，你別讓我再看到心煩了。這個廢物，張夫人和馬夫人最喜歡打扮清爽的人婦了。本來我今天晚上想好好給她打扮打扮的，結果她不在。難不成他發覺了什麼？那要不把他追回來？不用，只要他今晚去了，迎接他的就只有地獄。哼！先生，請出示您的邀請函。我是沈家的少爺，是跟沈家和李家一塊進來的。切，沈家少爺？你当我沒見過沈家少爺是嗎？他早就和沈總、沈夫人進去了。像你這種小白臉，我見多了。整天費盡心思想勾搭有錢的大姐，走走，別自惹事。蘇總，不然我去亮明一下身份。現在還不到暴露身份的時候。哎，你是聽不懂人話是不是？再不走，信不信我就……信不信我就……哼！他是我帶来的人，现在可以进了吧？君总。既然是您带来的人，你请。他就是君之一。今晚的酒宴怕是不太安稳，
沈先生，不妨可以借一下我的事。是啊，这颜色特别衬。在哪？是啊，张夫人，马夫人，听说过。都安排好了。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有所收获。是。公公婆婆，先別叫得這麼熱情，我們還沒有熟到那個份上。待會兒要是沒事的話，別靠過來。走了。哎，那個廢物呢？你不是說今天給我看出好戲，給他點顏色瞧瞧嗎？哎呀，你就放心吧。我還以為你不捨得呢。怎麼可能？那個廢物，他連你一根頭髮絲都比不上，我怎麼可能？那不是君家20歲就叱咤商場的商業天才君之義嗎？聽說他的商業帝國已經遍布全球，資產已經上萬億了。這不是上次大鬧省裡2家婚宴的李曼慈的原配沈寒江嗎？他怎麼跟君總一塊兒來了？難道他們2個？你可別忘了，你今天來是幹什麼的？真沒想到君總您能親自來參宴，早知道呀，我跟馬總就下樓親自迎接了。小江，你怎麼跟君總一起過來的？難道你和君總之前就認識？哥呀，沒想到你這都結婚了，對女人的吸引力依舊是不減當年呢。只不過你這每天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你是怎麼認識君總的呀？該不會私底下有……沈寒江這個賤人，竟敢當着我的面跟君之義眉來眼去，難道他早就和君之義勾搭到了一起？別跟我說話，我有潔癖。久仰君總大名，剛才在門口未帶邀請函，多謝君總出手相救。舉手之勞，沈先生不必客氣。以前那些小白臉見到君總都恨不得撲上來，這個沈先生居然主動在眾人面前與君總撇清關係。君總，有時候啊，得把眼睛擦亮，別被這種心懷不軌的小白臉給騙了。你在教我做事？沈總，我看在沈家對我多年的養育之恩份上，不跟你計較，但是我還是希望您能管好你的兒子，別讓他再犯事，否則那些飾品……小江，你弟弟他不懂事啊，別跟他計較，我這就帶他出去教訓他。李淵，給我好好的玩他，最後玩死他。放心吧。原來是這樣啊，那我就替我老公多謝君總了。等一下我們2個再單獨見您。是啊，君總这颜色特別襯你。你真的不認識君總？怎麼？你很希望我認識他？不過用老公換取權貴的歡心，不是你常用的伎倆嗎？你。老公，我們之前不是說好了嗎？以前的事情就讓他一筆勾銷吧。今天是張夫人和馬夫人舉辦的酒會，等會兒咱們一起過去敬他們一杯。李曼慈，你還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呀！今天我就讓你嘗嘗被人玩弄的滋味。哎呀！李總，沈先生，幸會。李總，您可是不厚道呀，總是对外稱老公貌不驚人，今日一見，真是氣質非凡呀。小江，這2位就是我經常跟你提到的張總和馬總，他們在生意上幫了我不少忙，咱們敬2位夫人一杯吧。
意思啊，我老公有点不胜酒力，我带他去卫生间处理一下啊。哎，曲总，您看我们的合作，上次还有对我们公司的投资，您看？抱歉，我去趟洗手间。有人吗？张总，事情已经安排妥当，祝您和马总玩得開心，玩得愉快。公公、婆婆，不是說了嗎？沒事別湊過來。哎，等一下，我知道我現在說什麼你們都不信，但是我會證明的。來，剛才是你帶我老公去衛生間的，怎麼半天人都沒回來啊？剛才你老公，我什麼也沒看見。你慌什麼？看到什麼就說出來呀，否則我現在就讓你失憶。我說，剛才先生進了洗手間之後，我就離開了，但是我還看見先生帶着2個女人一起進去了。你說什麼？真的假的？沈大少爺私底下居然是這種人？看戲你管他真假，精彩就夠了。李曼慈，你到底想幹什麼啊？你是不是故意讓我沈家出醜？是不是？公公，您怎麼能說我讓您跟婆婆出醜呢？周特助他就是被沈寒江給迷惑了，這才導致軍總拒絕跟您合作的呀。若是能揭開他的真面目，解除您跟軍總的誤會，那合作……對呀，我怎麼沒有想到這一點呢？若是沒有誤會，那我和軍總的合作就可以繼續了。對呀，就可以繼續了。快帶我去找那個逆子，走。去看看，快走。軍總，這胸肌，這沈家少爺身材真好，扒開，讓姐姐好好跟你玩玩。啊，這沈大少爺真是當眾給李總戴綠帽啊！李總實慘啊！沈寒江，你給我出來！沈寒江，你出來！你們是在找我嗎？你們是在找我嗎？你們是在找我嗎？你怎麼會在這？服務員，放心吧，喝一杯。去趟洗手間。我上了個廁所就回來找你了，倒是你不在宴會廳，在這兒幹什麼？你明明講，如果你在這兒，那裡面的人是……裡面的人是誰？打開看看不就知道了。李曼慈、沈志遠，今天我就讓你嘗嘗被眾人唾棄的滋味。李曼慈、沈凌淵，屬於你們的地獄模式開始。這不是凌淵嗎？他怎麼會在這兒？你，真沒想到啊！這沈家甄少爺玩得這麼滑，真是讓人大跌眼鏡啊！還不止呢，之前軍總因為宴會廳的鬧劇，直接取消了與沈家的合作。如今這沈凌淵又在軍總眼皮子底下鬧出這麼大的齷齪事兒，看來沈家要被軍家徹底打入冷宮了。沈總，令公子還真是讓我大開眼界呀！不，軍總，林淵他不是這樣的人，這中間肯定有誤會啊！對，誤會啊，是誤會。軍總，還不把這個逆子給我拉出來！哎呀，兒子！凌淵！軍總，今天的事肯定有什麼誤會，我一定查清楚，給您一個滿意的交代。爸，凌
你个混账東西啊！你要不要臉？幹出這種惡心的事情，我沈家的臉今天都被你給丟盡了。那2個蕩婦呢？剛剛我們在洗手間，只看到沈少爺一個人。藥，有人在我酒裡下藥了。是沈寒江，是你給林淵喝了下藥的酒。對，沈寒江，就是你陷害我，你陷害了我。下藥？你有證據嗎？沈凌淵，我可跟你一點身體接觸都沒有，在場的所有人都可以證明。李曼慈，你怎麼就這麼肯定是小江呢？我偷偷聽到的，我聽到他給2個淫婦打電話，說在衛生間見。公公婆婆，你們一定要相信我。2個淫婦是嗎？那你說說看，是哪2個淫婦？哦，你是不知道呢，還是不敢說？既然這樣，我幫大家分析一下，整個萬香樓2樓只有賓客和服務員，服務員都忙得不可開交，那就只剩賓客了。賓客誰不在場，誰的嫌疑就最大。你們說是不是？張夫人、馬夫人。我剛看到張總跟馬總才剛回來，他們2個剛剛沒在現場，難道他倆就是那2個淫婦？真的假的？胡說什麼？胡說什麼？我剛才跟馬總出去透氣了，這裡發生什麼事我不知道啊。哦，這麼巧，去透氣了。那這個宴會是張總和馬總舉辦的，那現在出事了，是不是該你們負責？對呀，張總、馬總，我們今天有人在你們準備的宴會上被人下了藥，這件事你們逃脫不了干係。無論如何，今天你們都要給我們一個合理的解釋。對，解釋。不行，絕不能讓沈寒江把張總、馬總扯進來，不然投資的事又沒指望。你給我閉嘴！張總和馬總也是你能得罪的。沈寒江，我警告你，你要是不想讓小漢出事，我勸你閉嘴。李曼慈，小江就是這樣被你用小漢威脅着，一步步走向深淵的吧？李曼慈，這一巴掌叫你好好說話。沈總和沈夫人都在，你站着小聲逼逼，成何體統？沈寒江，你居然敢打我！公共場合，注意形象。不是我，不是，別過來！說，淫婦是不是你？不是我，你別過來，別過來！這還是那個唯唯諾諾的沈寒江嗎？那這麼說，淫婦就是馬總了。你別過來！我勸你最好想清楚再說話。就算是我，又怎麼樣？沈寒江，你還敢當着眾人的面殺人不成？我呸！這是兩人沒睡了你，算你幸運。那淫婦就是你們2個，藥也是你們2個下的嘍。快來人！給我把這個瘋子給抓起來！保安！這個一點也不像傳聞中的沈寒江。別打我！別打我！我說，是李曼慈下的藥，他是想拿你換取我和張總的投資，故意在酒裡下藥，騙你去洗手間。至於為什麼最後沈凌淵會出現在那裡，我也不清楚啊。你們這點小伎倆，也敢耍到他面前？看來我的擔心是多餘的，沈先生總是能給人驚喜啊。君總，如果你是來鬧事的，我勸你最好想清楚再動手。啊，不，我倒是覺得這個遊戲有趣得很。沈先生能否給個機會，讓我也參與參與？那就多謝君總。
真的假的？不是我。这马总和张总平时装的道貌岸然，私底下竟然干这种勾当，真是让人恶心。是啊，这个李曼慈和他们狼狽为奸，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个贱人！哼，我就知道你干不出什么好事来，就你还想嫁给我儿子！我呸！你这一辈子，你都别想跟我们沈家攀上任何關係！你跟他说那麼多幹什麼？沈寒江，你知道我那一杯酒裡有藥，你卻故意換了，你是不是就想害了我？你想毀了我是嗎？媽，就是他陷害的我，居心叵測，故意陷害，你們要主持公道呀！現在就讓他跪下來道歉。小江，你明明知道酒裡有問題，為什麼不提醒弟弟呢？難道你想趁機報復他？你怎麼能這麼惡毒呢？對呀，這沈寒江明明知道那酒有問題，為什麼不提醒沈林淵？難道是因為婚禮上的事兒想故意報復？這沈寒江啊，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我相信沈少爺的為人，他這麼做肯定有理由。我跟他不過幾面之緣，他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的幫我？沈總、沈夫人，你們真覺得自己兒子這麼無辜嗎？各位不妨聽聽這個。如果你能幫我好好懲治那個廢物，讓我好好出氣。你放心，張總和馬總可是情場老手，比孫千金他們可會折磨人多了。這一次我保證那個廢物他熬不過去。林淵，你……哼，沈凌淵剛剛還裝作無辜受害的樣子，我還差點同情他，原來是咎由自取啊！勾引嫂子，陷害哥哥，現在還在這裝無辜，倒打一耙，整個新城都找不出第二個這種人。沈總，你們沈家家風這樣，我們君家實在不敢高攀。君總，請您再給我們一次機會，我現在就處理他們。你個混賬東西，我沈家怎麼生出你這麼個不知廉恥的東西，竟然幹出這種見不得人的事情！就你還想讓小江跪下給你道歉？我看該跪下的是你，跪下道歉！憑什麼？他憑什麼？混賬東西，還敢頂嘴！今天你要不跪下道歉，我沈家就沒你這個兒子！爸，沈總，你們倆這是演戲給我看的，下藥，找人捉姦，帶人姦污。這一套玩得挺溜啊，這豈是一個下跪道歉就能解決的嗎？小江，那你想怎麼樣？我要他從這兒給我跳下去！廢物，你也配？幹什麼？這是你們欠小江的。你放開我！爸，放開！放開！小江林淵，你放開我！一切都好商量啊！別過來，否則我掐死他！抱歉一下。是你自己跳啊，還是我幫你推下去？我都不想學。小江，我跳。李淵，好好的。大哥，我錯了，你再給我一次機會吧，我真的不敢了。小江，沈林淵是你弟弟，你怎麼敢？2樓而已，又摔不死，最多斷手斷腳，養養就好了。李曼慈，都是你幹的好事！我宣布，從明天起，新城要是有誰敢跟李家合作，那就是我沈志遠的敵人！哼！爸，你別過來！沈寒江，小漢還在我手上呢，你別過來！李曼慈，你怕什麼？我就是想跟你聊聊離婚的事。小韓畢竟是李曼慈的孩子，我得先讓小韓脫離李家，才能確保他的安全。離婚？
沈寒江，你把我害得那么慘，你还想摆脱我？你做夢！而且你无权无势，也没有经济来源，就算是离婚，小汉的抚養权，那也是在我手上。是吗？那如果我10分鐘之內資產超過你，我是不是就能拿到小漢的撫養權？笑話！你一個區區的沈家的養子棄子，你還敢在這裡大言不慚？好啊，如果10分鐘之內你的資產能超過我，小漢的撫養權我雙手奉上，我再把李家1半的資產送給你。你是誰啊？我是凤鸣集團總裁助理薛粲，奉蘇總之令，特來邀請沈先生加入鳳鸣集团。凤鸣集团？难道就是那個稱霸了 A 國華爾街的鳳鳴集團？蘇總，難道就是被譽為歐洲金融帝王的那個蘇清墨蘇總？這沈寒江到底走了什麼狗屎運呀？居然能得到蘇清墨的青睞。喂，爺爺。小易啊，這幾天你抽空回來陪我吃個飯，順便呢，我再給你介紹個人認識一下。這次又是介紹誰家的少爺呀？哎，爺爺，我都跟您說過了，我現在不着急結婚啊。你不急，你不急我急，我急着抱重孫子呢。丫頭，我告訴你，你無論如何給我回來一趟。再說了，我這次給你介紹的可不是一般人呢。不是一般人？誰啊？鳳鳴集團的總裁蘇清墨，我可是從國外追着他回來的。丫頭，這次可得給我抓緊了，你要是把他放跑了，我跟你斷絕關係。他居然認識蘇清墨。沈先生，我們蘇總十分欣賞您的能力，特以100萬月薪誠聘您加入鳳鳴集團。這是他親自為你寫的任命書。鳳鳴集團？不可能！鳳鳴集團回國的消息，我怎麼不知道？哼，一個區區的廢物也能認識蘇總那樣的大人物？我看你們幾個是他請來的托吧。你給我好好看清楚，這是我鳳鳴集團的公章，有誰敢講嗎？沈先生，蘇總得知您的遭遇，對李曼慈這種拋夫棄子的女人深惡痛絕，決定為您請最好的律師。您放心，撫養權會順利到手，李家從你身上奪走的一切，也都將一一還回來。不，我不信，沈寒江，你想擺脫我？不可能！就算我死，我也要拉上你一起！不知死活的東西，在我鳳鳴集團面前你還敢動手？今天我就替蘇總給你好好洗洗腦子，給我上，讓他好好清醒清醒！李曼慈，當初打小江的時候，你可想過自己也會有今天？哎呀，曼慈啊，你這是誰打的呀？哎呀媽，疼！沈寒江那個廢物呢？他怎麼沒在這伺候你啊？別給我提那個廢物，都是他讓人把我打成這樣的。曼慈啊，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啊，對了，今天啊，收到好幾張法院的傳票，都是公司債務的問題。曼慈啊，你怎麼欠了那麼多錢啊？這公司不是運營一直都挺好的嗎？這到底怎麼回事啊？這些王八蛋，明明給我時間準備籌錢的，現在居然落井下石！曼慈，這到底怎麼回事啊？張總、馬總，哦對。喂，哎，張總，我是小李呀。之前跟您說那個投資的事。李曼慈，你還有臉和我談投資？昨天酒宴，你讓我出了那麼大的醜，我沒找你算賬，已經是很不錯了。以後你不要給我打電話了。您好，您好，您撥打的用戶無法接通。這臭娘們！
居然敢拉黑我！曼慈啊，咱们家真的抢了那么多钱啊！沈凌渊不可能见死不救。对，沈凌渊。喂，凌渊。李曼慈，你还有脸给我打电话呢？我告诉你，咱们俩完了，以后不用再联系我了。曼慈，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怎么办？我哪知道怎么办？这下全都完了。沈寒江，他怎么会在这儿？小江，李家即将破产，小汉的抚养权我也帮你拿到手了，我会帮你报仇的。躺着的人是沈寒江，那他又是谁？怪不得沈寒江最近像变了个人似的，原来根本就是换了人。畜生，不管你是谁，我要你死！凌渊，你还来找我干什么？我不是跟你说了，我们俩已经完了。凌渊，你听我说，我们都被那个废物给骗了。那个人他不是沈寒江，真正的沈寒江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呢。李曼慈，就算你想挽回我，你也不用编这种瞎话吧。凌渊，你相信我，你想想看，从订婚宴那天开始，那个废物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真正的沈寒江以前连只鸡都不敢杀呀。你是说，有人冒充成沈寒江，就是为了毁了你跟我？只要你向爸妈还有军总解释清楚，那你就能重新获得他们的信任，而我也能重新拥有合作和投资，这样我在新城又能站住脚了。你不会骗我吧？哎呀，我发誓，我真的没有。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今天晚上我爸会约军总和那个男人一起吃饭，这一次我不允许你有任何差错。林渊，你放心，这次我一定让那个废物好看。军爷爺，我也是剛回國，還沒來得及去看你。等我忙完這段時間就來看你。好，那我等你，有空隨時給我打電話。好。喂。哎，小江啊，你今天晚上有空嗎？咱們一家三口可有時間沒見面了，不如一起吃個飯吧。沒空。哎，你先別掛。爸爸以前的確做了很多錯事，我就跟你直說了吧。今天晚上是軍總點名要你來的，關係到我們沈家和軍家的合作，你無論如何都要幫爸爸這回啊！只要你願意來，你提任何要求我都答應。軍總點名要我參加，這個軍總怎麼陰魂不散的？不過上次他確實幫了我不小的忙。好，時間位置發給我，晚上我會去。好，今天晚上7點，我立刻把位置發給你啊！哎，蘇總，等等，我正要有一件事跟你說。軍總，非常感謝您今天能夠賞臉，重新考慮與我們沈家的合作。沈總有理了，沈家有沈寒江少爺這樣的有能力、有魄力的繼承人，是我軍家高攀了才是。嘿嘿嘿，軍總啊，您太客氣了。那我明天就召開股東大會，宣布小江的繼承權，今後就由小江來負責與軍氏集團的合作。那就期待和沈少爺的合作了。好，來，我可從來沒有答應這樣替我做決定，不好吧？沈少爺，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嘛。你作為沈家人，繼承家業是應當的呀。我可聽說沈氏集團出現嚴重的資金缺口，沈總也被股東聯名趕出了集團，怎麼這個時候讓我接下這爛攤子？這話也不是這麼說的。那我接下爛攤子也不是不行，但我有一個條件，我要沈凌淵離開沈家。哦，不對，
滾出沈家。机会呢，我已經給過沈總，希望不要讓我失望才是。君總，您說的是哪裡話呀？小江放心，林渊识人不清，還數次陷害你，我回去立刻將他趕出沈家。君總，那3天後的股東大會，您可一定要到場啊！沈總放心，3天後我一定到場。好，先拿到君家的合作，补上集团的窟窿再说。等危机解除，再把林渊接回来也不迟。老狐狸，想要一个继承的虚名来利用我换取君家的合作，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有来无回。沈少爺是在等我。君總百忙之中抽空來趟沈家這趟渾水，不就是為了找我嗎？我要是不來，不就顯得不識趣了？聽沈少爺這麼說，看來是沒有把我當朋友啊，我還得繼續努力才是。君總，您說笑了。您3番5次的找我，究竟是巧合，還是對我有所圖呢？自然是另有所圖。我只是一個無能赘婿，不知君總對我有何所圖呢？沈寒江，你對我來說太神秘，太讓我着迷，讓我忍不住想要靠近你。沈少爺放心，我這個人從來不強人所難，情也好，秘密也罷，我都願意等，直到你願意主動來找我。再會。秘密？難道君之意知道了什麼？一個是李家懦弱無能的赘婿，一個是職場鳳鳴集團的總裁。沈寒江，或許我應該叫你蘇清墨吧。雖然不知道你有什麼計劃，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願意為你鋪路。君總，我只搜了那麼一張看不清臉的照片，其他什麼資料都沒查到啊。您就這麼確定他們是同一個人嗎？自然不是同一個人。受氣的是沈寒江，出氣的是蘇清墨。能讓爺爺這麼看重的孫女婿，怎麼可能是一個普通男人？孫女婿？您這是打算結婚了？結婚？如果另一半是他的話。還真是他。下午就是股東大會了，屆時君總和沈氏集團所有股東都會到場。這次這個一定逃不出我的手掌心。蘇總，李曼慈和沈林淵已經將病人帶走，而且還拿走了那份假資料。知道了。今天召開股東大會，一是感謝我兒子沈寒江為沈氏爭取到了與君總合作，二是討論恢復我兒子沈寒江。接下來的事情你不用管了，繼續給崔神醫施壓。我的小江睡得太久了，我希望小漢在離開李家那天，小江能親自來接他。好的，蘇總，我會日夜盯着崔神醫，讓他盡快治好小江少爺。接下來就由他代替我與君總簽訂合約。我不同意。各位，別被這個冒牌貨給騙了，真正的沈寒江在這兒。李曼慈，沈林淵，我是不是警告過你們兩個？沈總，這次我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這個男人是冒牌貨。大家請看，這個是沈寒江的病歷資料。這個男人一直冒充着沈寒江的身份來欺騙大家。連崔芳、崔神醫都請得懂，看來我未來的老公
比我預料之中更讓人驚喜。真是小江？那你到底是誰？為什麼要冒充小江？居然是冒充的，不過長得也太像了。爸，这个男的他来路不明，我哥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说不定就是他干的。而且你想啊，他整容成我哥的樣子，他就是想騙取咱們沈家的家產。爸，你可不能中計了。沈總，從一開始這個就把大家玩弄於股掌之中，這次證據確鑿，你一定不能放過他。靳總，你看這……沈總，我記得你答應過沈寒江少爺，要把這個屢次陷害他哥哥的沈凌淵趕出家族。怎麼，他現在還能來參加沈氏集團的股東大會？你在敷衍我？不止呢，一般醫院病人資料都蓋有醫院印章，而這份資料連印章都沒有。林曼慈，你連偽造一個罪證的病章都不會，是不是也太不把軍總放在眼裡了？他這是在見我的事。軍總，把笑壓一壓吧，沈少爺正盯着你呢。沒印章。李曼慈，你到底想幹什麼啊？給我滾！爸，這資料都是我親自去醫院拿的呀，不可能有假的呀！你們兩個給我解釋一下，印章呢？是真是假？把病人臉上的繃帶解開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對，人是我親自從醫院帶出來的，不可能有假。你這個，我今天就要讓所有人看清楚你的真面目。李曼慈，這就是你說的真面目？不可能！這不可能！我明明聽到。小江，現在李家即將破產，小漢的撫養權我也會拿到手，我終於為你報仇了。這位美女，您找誰呀？我沒找誰，沒找誰，走錯房間了。哎，蘇總，等等，我正要有一件事跟你說。剛才呀，我看到一個女人在病房門口在那偷聽，我總老是感覺怪怪的，不知道蘇總你認識不認識啊？女人啊？什麼呀？頂着一張整容的臉，捲髮，穿着病號服，滿臉都是傷。李曼慈，不會是小江被發現了吧？雪燦，立刻安排小江轉院。一定是那個醫生多管閒事。是你給我下套的，你這個……論栽贓陷害，還得是你啊，李曼慈。你和沈凌淵3番5次陷害我，到底是何居心？我之前可能是騙過你，但這一次夠了！我現在簡直懷疑你到底是不是我的親兒子。現在起，收回你10%的股份，以後我只有小江一個兒子，而你滾出沈家！爸，我知道錯了，爸，我以後再也不會跟江哥作對了。爸，你放了我吧，我求你了，我真的錯了。夠了，來人！爸，我錯了，沈寒江，你給我等着，我是不會放過你的。哎呀，你差點就被騙了。他們兩個給我拉出去！真是沒想到，從今往後不許他們踏入集團大門。等等，臨走之前把這個簽了。我只要小漢的撫養權，至於其他的東西，我實在不入眼。作為沈家的繼承人，讓你破產，那是分分鐘的事情。你居然敢嘲笑我李家資產低！沈寒江，我倒要看看你沈家繼承人的位置，你能不能做得穩當？帶走！爸，心眼太壞。沈總，你也聽見了吧？剛才他是不是嘲諷我
底氣不足。要不這樣，您呢，把這份也簽了，這樣我才好跟军總合作呀。沈寒江，你怎么敢要？怎么不愿意啊？沈寒江，你怎么敢要？不愿意。军沈两家集团的合作，想必各位股东也十分看好。军家实力深不可测，能与沈氏集团合作是我们的荣幸啊。军总是看在沈少爷的面子上才提携我们大家的。沈总，你可不要犯糊涂呀！沈少爷是沈氏集团的继承人，拿一些股份是理所应当的。沈总，你还在犹豫什么呢？军总和各位股东说的对，我签。军总，我们继续。小江，你看到了吗？这一对渣男贱女终于付出了他们应有的代价。沈家会帮你收下了，你是不是该醒了？小江，沈凌云已经被赶出家门，沈氏也将沈氏集团所有的股份都转移到了你的名下。这是你和李曼慈的离婚证，你放心，小孩的抚养权哥帮你拿到了，雪灿也在接他回来的路上。小江，你快点醒来好不好？这样小孩放学回来，我们还能及时换回来。崔神医，你快看，病人好像恢复意识了。治疗有效果了，快准备仪器，做各项检查。好，马上。哥，谢谢你，醒来就好，醒来就好。喂，苏总，不好了，小汉被李曼慈带走了。苏总，不好了，小汉被李曼慈带走了。你赶紧给我找，找不到拿你试问。崔神医，这些就交给你了。这个时候啊，要多注意休息，千万别激动。再一个，吃点清淡的。混蛋！你把我们耍得团团转，我没有拿你没办法，你是不是很得意啊？李曼慈，只可惜啊，这个小拖油瓶可落在我手里了。爸爸，快来救我！我害怕，爸爸。小汉，李曼慈，我警告你马上放了他，不然我绝对不会放过你。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我还怕失去什么？如果你不想让他像他那个废物老爹一样，我劝你就乖乖听我的话。爸爸，小东西，声音小点。李曼慈，你到底想要什么？我要你明天12点之前往我的境外账户上打2个亿，同时一个人来我指定的地方。如果你胆敢通知其他人或者是警察，我们一起死！好，我答应你。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记着，别想给我耍花样。喂，找到李曼慈没有？抱歉，苏总，我们对新城不太熟悉，而且带回来的人手有限，要是有本地大家族支持，可能更快一些。本地军家，我去搬救兵，你接着找。金总，这是我们公司这个季度的收入报表，同比增长30%。军总，给你接点人，条件随你看。很少看见你这么着急的样子。
发生什么事了？李曼慈和沈凌渊绑走了小汉，我找不到他了。你知道吗？趁火打劫是最高效的谈判方式。你现在的状態就很適合趁火。我只是一個無能赘婿，不知君總對我有什麼所圖呢？沈寒江，你太神秘，太讓我着迷，讓我忍不住想要靠近你。君總，我實在沒有辦法才來找你，要不這樣，條件隨便你看，就算你要我的全部家當都可以。我要你全部家當幹嘛？我只要事情完成後，你親口向我坦白，你到底是誰？他難道已經發現我不是小江了？就這麼簡單？就這麼簡單。好，我答應你。不過我這個人不喜歡佔便宜，這件事算我欠你一個人情。周宇，君總，天黑之前務必給我找到沈書漢的位置。是。君总，沈少爷找到小少爺的下落了，車已備好，隨時可以出發。好，快帶我去！小漢，別動！哎，我的好哥哥，你也有這麼聽話的時候啊！君總，現在暴露的話，不僅會激怒李曼慈，而且我們的布置也會毀於一旦啊！沈寒江，不對，你不是沈寒江，不如你自我介紹一下吧，啊？李曼慈，我已經把錢給你了，你還想要怎麼樣？老娘讓你自我介紹。好。哼，蘇清墨，富明集團總裁。蘇清墨，你就是那個金融帝王蘇清墨。我說這個無能赘婿沈寒江怎麼變了？原來是有人冒充啊！爸爸，小賤種，看好了，他可不是你爸爸。不可能，他就是我爸爸。你再說一遍你是誰？你告訴這個小賤種，為什麼要冒充他爸爸呀？小漢，雖然我不是你爸爸，但我跟你爸爸一樣愛你。哎，算了算了，老子壓根就不想聽你廢話。你現在跪下，一步一步的爬過來。你跪下也可以，但你告訴我，到底要做什麼才能放了小漢？搞清楚，現在是你求我，你覺得你有資格質問我嗎？好，我跪。跪，給我跪下！怎麼敢讓他下跪？別衝動！堂堂鳳鳴集團的總裁蘇清墨，居然朝我行7行之禮。曼慈，這個把咱們耍得團團轉的東西，也不過如此吧？你這個廢物，還妄想騎在老娘頭上！你不是喜歡冒充沈寒江嗎？好啊，我今天就讓你看看老娘是怎麼虐待沈寒江的！漂亮！去死吧！你沒事吧？沒事，我沒關係。小漢，沒事了，我這就來救你，交給你了。蘇總，我知道錯了，求你饒了我。讓你虐待丈夫，讓你欺負小漢，我讓你喪盡天良。蘇總，別打了！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都是李曼慈的主意啊！這群人渣，一個也逃不了，後半輩子
监狱說去吧。监狱，你不能这么对我！我是沈寒江的弟弟，我是寒江的弟弟啊！你也配？你干什么？你不在了！你不是我爸爸，我爸爸去哪儿了？你爸爸可能已经在家，做好饭等我们了。咱们回家吧。好。爸爸，你生病了吗？小寒，爸爸的病快好了，最近有没有乖乖听话？小寒一向很乖。小寒，这是爸爸的哥哥，是你世界上第2个亲人。来，叫伯父。伯父。哎，伯父来啦！苏总，沈总和沈夫人在门外，已经第26次闹着要见你了。不见。如果他们连最后一点资产都不想要的话，就尽管来闹。是。真没想到啊，短短半个月时间，整个新城金融界都在苏总的操纵下彻底洗牌，就连3大家族都纷纷破产，潜逃海外，沈家的家产也只剩下10%。苏总，真不愧是传闻中的欧洲金融界帝王。君总，这次最大的获利人应该是你吧？如今在新城，君家独大，日后凤鸣想进新城，还请君总多多提携。那合作愉快。请问苏先生什么时候有时间跟我来一次正式的相亲呢？家里的老爷子实在是等不及了。现在就去。